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安全门无锁好，这个货车的废图是落甲规世界。中华元乐路6号伫咧下班时间，有一台大货车因为司机的疏忽，安全门锁无好势，车斗废弃的砖仔甲土石落伫咧车道，落50外公尺长，造成大塞车。更加离经的是，这个大货车落遐尔啊侪废弃的土石，这声音是大甲附近的居民吵一大条。但是司机竟然拢总无听到，直接就甲车驶走了。留落来现场，就袂输是去轰炸过共款。来看这条车路，规个夜间拢是砖仔甲石头。若讲开车要经过，根本就是无可能。警察不得已只好先用警车将路封起来。伫咧中华元乐路，规条路夜间拢是砖仔甲石头，就亲像去飞机轰炸过共款。下班的时间车又搁济，警察赶紧摕粪机来咧斗恶斗扣。听一声，伊就大走出来看，就过去啊。附近的住户在讲，当时一只大货车经过，车道顶悬的废石、砖仔甲夜间满是，不过大货车拢无在注意，越头坠去。附近的居民甲警察10外个人斗阵清个清袂赴，只好出动怪手来咧斗恶，前后后不免2点钟久。操作不当，安全门没有锁紧好，造成那个碎砖块及碎石的掉落。警察调出监视器，找到当时开车的货车司机，伊甲警察讲，当时并无发现车道内底的废石拢压出来。虽然有在回失咧，但是上悬9000块的罚单，原来是要照开，而且公所阁暗示要向司机要求清理费用的赔偿。